大家好，今年嘅主題係科學就是力量。我係嚟自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雲道嘅蔣奕安。而家城市嘅急速進步，雖然令我哋嘅生活便利咗好多，但係都會帶嚟環境污染加劇。太陽能係地球俾我哋嘅寶貴資源，因為太陽能係用發熱嚟發電，係一種好環保嘅方式。而且太陽能唔會污染環境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太陽能嘅使用可以大大減少咗碳排放，對地球嘅環保都起到好大嘅作用。大家有冇試過出街嘅時候揸住部電話，發現冇電咯喎？而呢一個公園嘅太陽能椅子就可以幫你嘅電話叉電，提供全耗電功能。喺你唔坐嘅時候，佢就會一路儲電。當你電話冇電嘅時候，只要將電話擺上去，或者連接佢嘅電線，就可以為電話提供到用電，簡直就係為我而設㗎。大家有冇試過坐喺公園側邊嘅木燈，俾好多蚊圍住爭住嚟食？如果有咗呢一個太陽能無法滅蚊機，佢就可以幫到你。點解？因為呢一個滅蚊機係運用太陽能嚟運行嘅，佢會幫手滅蚊。滅蚊嘅時候就會等你坐喺側邊冇咁多蚊。記得之前去過一個主題樂園，見到一個帳篷可以將架車泊入去為電動車充電。正當我以為呢一個公園咁好嘅時候，原來係有太陽能驅動嘅。太陽能可以為電動車充電。仲有智慧生活，呢個智慧生活可以以較低嘅成本喺唔同嘅地方設置健康生活站，例如紅外線體溫計、脈搏探測器。仲有智慧出行，可以喺車站頂吸收太陽能，或者車頂的士嘅車頂都可以吸收太陽能嚟製造電㗎。最後，大家有冇試過抌垃圾回收嘅時候，發現喺一個膠樽嘅回收箱入邊見到啲玻璃樽？有時候可能未必係市民唔自律，可能佢哋順手抌，發現抌錯咗。如果我哋運用太陽能整一個 AI 太陽能垃圾回收站，就可以有效咁樣阻止呢啲唔小心嘅動作。呢個就係科學嘅力量。我哋嘅未來就要靠我哋去用科學嘅力量嚟拯救。